恁着学了摇花，我的心啊，你着学了摇花。我一生要学了摇花，我要活地时，要唱歌学了我的上帝。落来吟圣诗，圣诗184首，上帝听通哪会遐大？请起立吟全首。圣洁无比，创万象，金银财宝无稀罕。真正基督对我出，信靠我的得救赎。全能天父，阮无论用偌水的话来学乐，拢无够额来显出你伟大甲奇妙。阮只有用阮的心灵甲阮的诚实来敬拜学乐。今早起，阮阁来到教会来敬拜学乐你。领受你的教示甲福气，阮知阮带着罪来，求你怜悯，求主你的保护，搁一过洗清，阮会当搁亲近你。阮知阮是受你恩典的罪人，求你保守我的心，阮才通饶赦别人，因为你赦免我的罪，阮也着安尼做，谦卑来顺服你的教示。我的天父，我的心心灵时常着达欠缺，失落平安。求你保守，阮身躯有病痛的兄弟，经济欠缺的兄弟，工作上有困难的，伊的人生要做选择的兄弟，
求你医治赐福，求你排解，求你赐智慧，互阮每一个兄弟拢带着你赏赐的平安喜乐，恩典满满，陪伴因行因人生的道路。全能的天父，又讲，阮得用10分的1分放入你的府库，互你的厝有米粮，你就要拍开天的窗仔，并福气互阮，到无地通下。求你互阮对物质上的限制得到透放，欢喜来奉献。互阮知得住伫天灵，较赢伫地上。万国也要称阮做有福气的。今仔日有几位兄弟、兄弟姊妹要来领洗礼，求主你恩典降落，互因带着你满满的恩典，行因人生新的路程。伫未来的路有你陪伴，你的安慰、你的祝福、你的平安，拢充满伫因甲因的家。也互因有属灵的智慧，明白圣经的道理，信心坚定，时常祈祷。全能的天父，你同是阮将来社会主人，求主保守看顾教会遮的少年人，互因伫成长的过程中有好的教育、父母的疼痛、你的祝福，伫因的一生中。遮个牧区中昼有餐会、调定机会，求主你掌权，伫即个时间的顶面，也拢会当顺遂。彼时，阮也为着成人牧区来向你求讨，也求主你帮助牧区的兄弟，阮有去招万百姓来做你的学生，互因归伫你的名的意向。阮有信心，勇敢去传福音，互人来信靠你，互因得到你的祝福、平安、喜乐，要伫因的家庭。也恳求主你帮助区长、小组长、副组长、属灵家长同心合一，互小组成长、回家，人命得到成长，灵魂得到救。亲爱的主，阮求讨济济，求你保守，求你应允。我安尼祈祷恳求，都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怜悯，仰望祈祷。兄弟，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2，也就是诗篇第1篇，启应文第2，我来启会众来用。无趁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路，无坐亵渎者的位。这款人真有福气。伊爱慕上主的律法，每日困读伊的律法，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叶嘛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切拢兴旺。歹人就毋是安尼。伊亲像粗糠，互风吹散去。所以审判的时，歹人会互上帝算账。第二人的会中罪人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主在看顾。歹人只有灭无的条路。一时声圣歌对伊来献诗。
所咱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16章第5节到12节。马太福音16章第5节到12节。来去汉语本第20页，今仔版本看银幕，请看银幕。马太福音第16章第5节到12节。现着我来读。学生过去迄边，袂记咧带饼。耶稣甲因讲，要谨慎提防法利赛甲撒都该人的教。学生三甲议论讲，是咱无带饼哦。耶稣知，就讲，小心的人啊，啥事因为无饼三甲议论啊？恁抑佫袂晓得，也袂记得5000人食5个饼，恁捡几斤啊？第10节，也4000人食7个饼，恁捡几若？恁怎样袂晓得我所甲恁讲的？毋是指饼，独独着提防法利赛甲撒都该人的教。因才会晓得伊所讲的，毋是提防饼的教，就是法利赛甲撒都该人的教。以上，即时请由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好教无好教。请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你来就是要互阮明白你的真理，你的福音，也互阮每一个人拢真做有福气的人。甚至阮的信心嘛是你所赏赐，求你帮助开阮的心窍，会当明白你的价值，才安尼去行，阮每一个人拢真做蒙福的人。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姊大家平安。咱真欢喜，今仔日伫即个礼拜中间来举行圣礼典，也有8位下遮兄姐吼，也有第一代信徒，也要接受耶稣真做因生命的救主，也互咱会通真做上帝的囝儿会通有领受对属天来的福分。圣神也要帮助因，互因伫因的人生的道路的顶面靠着主所予因的福气，知安怎行伫主恩典的道路顶面。恳求圣神来帮助因，互因随时透过上帝话，透过祈祷，会通面对人生有侪这问题困难的时阵，拢会通透过主上帝，透过教会兄弟姊妹的帮助带导，互因通经历丰丰富富的人生。教会牧师团队要用软弱甲刚强，甲咱三甲伫即个月做伙来看见上帝话，咱人实在袂够的。最近的新闻，咱看见中南部的灾情，落雨，甲你饼较大的，你就知袂牢，都毋是风台啊。所以，互咱想着讲，圣经内底，迄个拿阿伫做大船的时阵，上帝开天窗落偌久啊？42日的时阵站会牢袂？一工就站袂牢呢。所以，咱爱先反省上帝，互咱的管理的一个责任，咱有好好伫遮来管理啊无？耶稣伫提醒遮个学生，讲恁着爱警醒祈祷。免得入着迷惑，因为有侪细项会影响咱迷惑咱。佮讲咱的心神愿意，总是咱的肉体却软者。但是伊互咱什么时阵你有需要，什么时阵你软弱的时阵，你倚靠耶稣的救恩甲伊的气力。主的气力就是伫遐软弱的人，总是愿意信靠伊的人，伫遐来显出伊的权能。所以咱若紧开喙，伫遮来恳求、来祈祷、来感谢。圣经讲，伊就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要赏赐互你甲我。无论是伫病痛、伫人生的困难、伫婚姻的道路顶面，咱拢需要主的帮助甲气力。今日咱透过这段圣经，互咱看见耶稣伫进前行过5块饼2尾鱼，
互5000人食饱。过来，你也看见马太福音第15章32节遐，耶稣看见人的需要，怜悯因中间有7个饼，甲几尾细尾鱼，耶稣祈祷祝福，所以互4000人伫遐来食饱。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咱看见耶稣借着这个生涯技术要教导人，知影伊是一个束缚供应到也阁有剩的上帝。伫伊的教示的过程中间，伊讲啊，恁着爱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所以当时咱无明白，咱想要透过这个生涯技术，伫遮讲啊，我看到，我敢要相信有耶稣。咱是毋是通亲像做这单纯的人，因有信心看见圣经内底所写过去这做信仰的见证者，因安怎伫遐讲出因生命的经历，了后咱相信。你有相信耶稣是救主，是国我的主啊无？伫问道理的时候，我常常拢会问即个第一个问题：你有相信耶稣有国我啊无？你若无相信耶稣有国我，咱今仔日免坐伫遮。所以4月有带兄弟姊妹去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圣地所在，去到耶稣出世的伯利恒，到耶稣大汉伫遐学习做安怎做肉的拿撒勒，到加利利耶稣传福音的所在，到耶稣受定国外的所在。今仔咱的姊妹。我想伊伫迄个经历的过程中间，伫靠墙，伫圣地，伫以色列，感受到有主的同在，确实有耶稣这号人物，伫历史上拢有记载，袂当否定。所以咱有信心来相信，我靠，伊是国我的主啊无。第一，咱要来看伊讲，咱会通明白耶稣在讲，恁着爱提防。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的教，到底是咧讲啥？一开始这学生嘛啥无鸟问吼，啥无长，无明白，毋知耶稣咧讲啥。拄仔变4000人食饱，咱即马吼，你也无炸饼，我也无炸饼，耶稣可能咧讲这呢吼。结果耶稣伊毋是咧讲这啊。到底在讲这个教有啥物款的用意？今仔咱要做伙透过这个段圣经，阁有伫16章一开始，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毋望伊会通对天顶显示一个新业，互因伫遮来看。如果你若去看马太福音第16章的第1节，因伫遐讲要求新业，伫原文有一个讲你要求一个记号互因。到底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因咧讲即句话，要试耶稣有啥物款的用意？背后有啥物款的原因？其实本来即两派的人吼，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因是无共款的主张啊，不一样的主张。但是因本来拢袂合，但要对付一个人，你知影吼？虽然有两个人无好，要对付一个人，因两个人就会合作起来。咱看见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嘛是安尼哦，要对付耶稣，要来试探耶稣，所以因就做伙来啊。本来袂合，总是因做伙来，然后伫遐讲耶稣啊，你若是真正对上帝遐来，你显示一个新业技术互阮看。其实毋是敢若照字面伫遐来解说吼，背后有一寡遮的背景。你若去按照马太福音15章的32节，即个新约，阁有较顶悬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人，伊为着伊的查某囝破病要来求耶稣，耶稣讲啥物？迄物件毋通迄落啥？狗食哇！你个我当做狗是毋是？其实毋是食的吼，就是意思就是讲伫即个外邦人中间，伊要来求。即款的一个医治新约，耶稣要互因无？耶稣是要教导遮个犹太人，
因看轻这外邦人，啥物是外邦人？甲你喺边仔讲，你就是外邦人啊！咱就是伫以色列人、伫犹太人看做外邦人，你知无？如果耶稣若有私心，干那要互即个福气临到伫遮以色列人，那安尼咱今仔日拢无福气，咱今仔无机会伫遮来洗礼。所以伫遮咱有看见伊外邦教会来做背景来行的遮养饲的一个生涯，喂养的神迹，要强调耶稣的拯救要临到伫外邦人，总是法利赛人。因认为啥物？因认为外邦人袂通得救，因无法度接受讲外邦人也会通得救这个事实。意思就是讲，你我会通得到这个福气，得到福音，这是因无法度伫遐来接受的代志。因感觉因这个族群是真好的，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所以因要来甲耶稣辩论。要来甲耶稣辩论这关于外邦的一个得救这款的问题，所以因就要求耶稣无你对天顶显示一个星夜，还是一个记号，咱看讲知影讲这是对上帝来。那安尼咱就知影讲，原来耶稣伫咱看前后文伫遮伫安排遮作者伫遮看见伫安排。为什么外邦的这个迦南，我都摕到咱的迦南迦南的福音人，落尾耶稣讲，查某囝你的信心，伊有看见伊的信心嘛？所以就医治伊的查某囝。所以伫遮咱有看见讲，因为耶稣看见人的信心，毋是因为外在的这生业，总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因为有了疑无相信，耶稣甲因回答讲：除了约拿的生涯，啥物叫约拿的生涯？咱会记伫顶回咱讲的3日3暝啊无？上帝叫约拿你去尼尼微城，即个国家、即个城市人作歹，我要来毁灭因，要来刑罚因。你去甲因讲，因若要悔改。因若要伫遐来改变，就会通伫遮来得到赦免。约拿听的，哇，遐个人就作歹啊！你阁要爱我去？上帝爱尼尼微，所以最后走去佗塔斯，所以坐大船拄着风涌，毋免讲啦，免求啦，恁甲我等落海中就好。迄个故事还会记吧？耶稣讲，除了约拿生涯以外，恁毋免想要有遮生涯。意思咱看讲，耶稣伫讲即个生涯，约拿是要去甲遮外邦的人伫遐来传福音，敢毋是吗？要互因知影伫即个救恩。所以耶稣就伫遐来讲，除了约拿的生涯以外，恁袂通看见。伫即个世代、社会世代，人要看见生涯。真好伫看，除非心内有即款的相信。所以法利赛人甲经验书因敢伫注重伫外在这生涯，嘛是伫提醒咱来信耶稣，是毋是讲哎，我有看见，哎，我有感受着，我敢要相信？也是你看见上帝话伫遮经过历世历代，经过遐济人，经过遐尼济翻译，上销售上好的。翻译上侪遮语言的，美国总统要上任，还阁唱换圣经，为什么？为什么伫要做证的中间，过去的人因伫法庭要唱换圣经，伫遐宣誓宣告，有伊的原因啊！兄弟姊妹，透过上帝话，你读的时阵是毋是有得到感动？咱的条件兄弟吼，伊过去对妈妈伫追求这个宗教信仰，即回要洗礼吼，是参与伫迄个密宗吼，伫遐坐禅，伫遐读这一寡经典，总是伫分享，无啥物款的感动。当咱至于吼，今年嘛，今年甲洗礼，佮带伊同事吼来洗礼。
3个月就将新约读了。兄弟姊妹，感谢主哦，读了上帝的心来感动伊，互伊明白讲圣经到底是咧写啥物，上帝的真理到底是咧讲啥物，互伊有感受、有感动啊。所以信心是互咱会通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总是咱看讲，咱的心目若无受拍开，牧师用路加福音入4章45节。恁有咧注意？我特别祈祷咧讲道的时阵，我拢会用这段求主耶稣来开阮的心窍，我会通明白你的真理教示，会通照安尼来行，真做福气的人。路加福音入4章45节，甲8开。于是耶稣开他们心窍。你嘛会当运用伫你咧读圣经时，耶稣开我的心窍，我会通明白你的话。当你明白了，你敢毋通照安尼有信心去行嘛？咱做伙来读上帝的话来。耶稣甲因讲：真之红，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会教。来，做伙来，就开因的心窍，互因会晓悟遐圣经。咱的心窍若无开，就是啥？一窍不通。安尼了解啦吼。所以成语毋是咧凊彩学呢吼，成语毋是咧凊彩讲。你的心窍无开，你看、你听，你拢无法度伫遮来明白。学生嘛是相款，所以我拢常常伫学生要代课、要考试的时候，拢甲伊讲：你读上帝话，你先祈祷，求主耶稣开我的心窍，我会当明白你的话，甲明白我所读的遮的天文地理啦吼。真奇妙，上帝就开个心窍，互伊会通安怎？融会贯通，融会贯通会通举伊安怎完善，互你会通伫遮有变巧。所以咱若无凭上帝的话先伫5章伫16章50到12节，伫遮检出来就是亲像学生嘛，彼此咧议论咱老师是咧讲啥？是咧讲咱无诈饼是无？是咧指责咱无诈饼是无？主耶稣所讲的是属灵的。因却想到遮个物质的。耶稣咧教导咱先求上帝国甲伊的义，煞买遮个需要就互恁。总是咱所想的，就是地面上的事，然后咱若咧求天顶的事，但毋是。咱将荣耀归予咱的上帝，然后日时供应互咱。主祷文，所以迄个优先顺序。是毋是有对，还是无对？常常咱来就是求保庇、求平安、求安怎，然后甲伫遐有这救恩。总是耶稣互咱优先顺序是：你有相信，你有这真理啊无？心窍若无受拍开，就亲像法利赛人因作读圣经总是无明白。第二，咱有看见讲，人注重就是人的遗传、教导迄个传统。伫遐忽略着上帝透过先知的话，透过耶稣家己本身咧讲的，我甲恁讲，耶稣讲，我甲恁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这就是咧讲耶稣的话伫安怎启示，伊用做遮的比喻，好亲像伊用架伫遮来比喻，到底迄个架是啥物原因？头一个咱看伊讲真侪遮的教师是主动人伫遐来认捌耶稣基督，过去新人伊是6年制哦。所以1神、2神、3神、4神、5神到6神，就安怎？读到6神怎啊无注意啦？为什么？有真侪神学到尾批判，我爱安怎讲这圣经吼是人写的，是安怎？讲到怎啊无耶稣、无神、无歌哇？这毋是亲像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嘛？所以人的教示，如果若偏离伫上帝的真理哦。读甲，毋是伫心肝内，是读甲伫脚趾摒。所以人的教示，检测有当时有神学，我较有一寡遮个遮个青年哦，那参加毋对一寡遮个演习会，读圣经了转来吼，拢有批判，拢伫遐来对立。所以真理爱好读，爱读对，毋通乌白解说。
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耶稣要帮助因，过来后壁，即段圣经其实就是著名的耶稣互遮学生的一个毕业的考试。恁讲别人咧讲我人子是啥物人，会记袂？啊，恁讲我是啥物人？即个水就是伫迄个所在缀转来吼。总是我要强调，毋是即个水的讲圣水吼，是一个纪念。总是实际是因为你的信心来得救。伫该撒利亚腓立比，耶稣伫迄个所在。来，恁讲别人咧讲我是啥物人？啊，有人讲你是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赛亚，也是其中先知的一位啊。哇，西文，你讲，西文讲你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囝。耶稣甲回答讲啥？哇，你足够足赞啊！你的启示，你领受是对倒来，对上帝来。吼，所以耶稣伫遐甲学了啊。毋是凭目睭所看的，才相信。咱看这学生相款，看到遐尼济新野，佫无明白。看见耶稣跟我，嘛还佫咧怀疑呢。多马爱记袂？伊无在场，无看见。别人咧甲伊讲耶稣，咱的老师，咱的主已经跟我，阮有看到。多马讲若无我看到伊手内灯魂，无看见伊合的手枪，我绝对无要相信。耶稣出现，互伊看，然后甲讲吼，迄个无看见就相信的是我安尼有福气，佫较有福气。所以耶稣看出这个人伫遐咧疑问。今仔圣经甲咱讲啥？咱做伙来读来。耶稣在就讲，小信的人啊！啥事因为无拼三角议论啊？信心是互咱会通看去生业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原因。来，咱做来读来，因为阮伫行是对神，毋是对所看。所以耶稣伫提醒哦，恁遮小信的人，毋是用目睭伫遮来看，是用心伫遮来相信。我变两遍的，互饼吼，会当变互5000人、互4000人食，啊，恁佫袂明白嘛？所以伫遮就是要帮助咱看讲过无几工啊，定遮的学生就袂记啊。追求灵恩，注重遮的生涯技术，对咱认捌耶稣基督，毋是上大的帮助。较要紧就是有单纯的信心。所以今仔咱透过这段的圣经来看这个教。会记我细汉的时阵，伫国小国小头2、3年的时阵，阮也有搬厝，到伫外地，妈妈伊会做馒头，做包仔，咱会晓做馒头、做包仔的举手者来。烂米粉、烂馒头爱淋啥物？爱淋咖对无？咖你甲烂烂好势吼，烂好势了，你甲藏的对无？爱有时间无？爱有等发对无？发了，你看甲整容整形对无？你看要做馒头型，做啥物型？了后咧吹，哇，就真水的馒头，对毋对？爱掺迄个咖，所以咖对即个米粉米团来讲即个有影响咱嘛。本来伊可能是安尼，但是因为有即个教入去，伊会通伫遐来长大。教伫圣经内面的一个意思上定大部分无拢总啦，大部分是用来代表无好邪恶败坏。伫马可福音13章的33到35节，伫遮就有一个即个比喻然后咱要看，就是讲，伫即个中间，代表魔鬼撒旦要来破坏人生命中内底遐个所要领受的真理，就是诡诈的行为啊。所以咱看，伫即款的比喻内底，耶稣用生活上的比喻
伫迄个饼饼为虾米过去要食无敢饼？除了有败坏邪恶的，因要出埃及的时阵安怎？就爱食，为虾米？要走路啊，敢阁有时间等伊伫遐发？无时间啊！所以无共款的意思，咱会通有机会去了解，讲圣经内底咧讲这个教，话代表讲你在除去这罪、这无好的，伫咱的生命中间。第一就是讲，咱看伊讲，互咱有信心。耶稣咧讲句，互咱有信心，就是会通看见上帝新约技术。所以讲，信的人有新约对应，有无？其中咱就看讲主透过五块饼、2尾鱼、7块饼、几尾鱼，伫遐来养饲5000人、4000人，就是要透过这新约，互咱伫看的时了解讲，这个主是啥物款的主？意思互无变做有，互无可能的会通变做有可能的，互所做会通超过人的所想象的。所以这就是要互咱知影讲，咱信靠了，咱知影耶稣是有这个权能。无搁再为着生活来过头的看路，拢会忧愁烦恼啦，总是无过头。若过头，表示讲咱对主的信心无够野。耶稣基督加别人迄个伯总百夫长，伊为着伊的奴仆，搁有一位，就是伊变衰啊，瘫痪吼。全身躯拢无法度振动，而伊的朋友甲扛来伫耶稣面头前，还佫有即个迦南的妇人人，耶稣拢甲因讲一个真要紧的关键：信心。耶稣讲：我看见恁的信心呢，恁的信心遐尼大，所以当得到医治。因为看见你的信心，所以有看见这医治的生涯伫因的中间。因为有信心，互遐5块饼、2尾鱼饲5000人，轻轻的还佫剩几坑？12坑。7块饼的生意，轻轻的佫剩几人？7人。这毋是生意，无啥物是生意。但是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佫咧求生意。主的话一开帖，就互戆人有智慧。所以耶稣看见人的信心，就是展现出伊的生涯技术。耶稣要甲咱讲，你的信心会通互奇妙的事伫你的生命内发生。其实无完全拢是无好的教。伫遮咧讲迄个若好的教的影响力，就好亲像基督的生命伫咱的心内底，要来展现出一个影响力。马丁路德改革中的一个真要紧的人物，伊讲主用这个教的比喻伫遮来安慰咱，来激励咱。福音就是亲像一个新的教母共款。当你超入伫人类的这个哪像个谜团的内底，就互伊不断伫遐来成长，直到世界的落尾。虽然通到伫地狱的即个大门，常常地影响阻碍伊的发展。最近美国的加州通过啥物？通过有一寡法令，你袂使出一寡册来影响伊同性恋，要帮赞互伊恢复，甚至就是圣经内底嘛。所以表示讲圣经嘛会受禁止啊。所以我有当时咧想奇怪，安尼人的作为啊，最近美国的加州。野火不断，恁有注意过无？人若离开上帝话、上帝真理，当上帝讲好出在恁啦，当时大人甲你讲好出在你的时阵，你就爱知啥？恁讲的吼，你就爱知影严重啊！因为拢无要管你啊，表示讲可能财力，可能一寡只会甲你保护，甲你即个一寡保护的困难拢无去啊！敢毋是上帝讲任凭你们出灾难的时阵哦，人就无迄个封闭的困难，免疫力就总啊无去哦。
所以兄弟姊妹，咱看马丁路就伫遮提醒咱吼，上帝的新的教若正伫咱的内底，耶稣基督生命伫咱的内底，旧的人就要过去，一切拢要变成做新的。老人踮伫耶稣的基督，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怎样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拢要安怎改变，要变成做新的人。要改变一个人有简单啊无？无简单啊！你讲啊，娶某还是讲嫁翁？好，我甲娶的，我嫁，我一定要甲改变的，改8摆，我讲，真恶。除非上帝改变了，改变互咱较温柔、较体贴，改变互咱会当较会为对方来想嘛，改变互咱安怎会通彼此相听，毋是彼此相拼，这毋是嘛？所以要靠人讲我要甲改变你，无法度，总是上帝要改变人，互人会通彼此相听和好。所以马丁路德咧讲的就是讲，即个好的影响咱，亲像新的教、好的教进入伫人的内底时，你就会通伫遐来影响全团的谜团。今日将咱基督徒放伫即个社会，放伫你的家庭，嘛是爱互你诚做是一个好的影响，一个祝福。互伊吹开，哇，食咧安尼裘短短幼绵绵。无好的教就是指咱看伊讲伫遮的。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哦，假好，其实伊的背景就是伫耶稣成长附近的一个庄舍，伫遐常常有遐个剧院吼，就是种演戏的演员吼。其实伊原来的意思就是种演戏啊，演戏常常啊，今仔日演这，明仔载就演啥？今仔演歹人，明仔载演好人啊。迄参像做戏安尼吼，假冒为善哦。啊，佫有撒都该人，因就是因无相信啥，因无相信有国外的代志啊。所以，那安尼咱就知影讲耶稣的国外，因嘛无相信啊。虽然因拢对圣经真捌，但是因却无法度晓悟上帝的即个话语甲心意。法利赛人因错误最主要错误就是因要靠人的方法。靠这的律法伫遮来得到救，称做义。所以雕工定真侪这的规矩。咱伫圣经内底讲到有几条诫命，10条诫命。摩西伫西奈山顶，秀秀有没有爬上去？有嘛？对哦。10条诫命，因着甲创的创10条变613条。然后比旧约更较严格，互你无法度去遵守，因家己嘛无法度遵守。较一个真要紧就是讲，因无法度伫遐来遵守，耶稣做会到，所以因伫迄个中间感觉耶稣所教的真理威胁到因的地位，所以毋要来找耶稣的麻烦，找耶稣的空棒。这撒都该人嘛是安尼，好亲像理性主义者，像今仔日一个新的神学安尼，无相信国外，无相信天使，无相信将来的事。因所注重的就是人的理智，批判上帝的作为。因是当时迄个世代上流社会知识分子，所以对亲像咱遮一般的信徒，因是安怎轻视的所以耶稣对这法利赛人无客气哦，恁外口亲像粉白梦，内底亲像拢啥？后死人骨头。耶稣真白伫遐来甲因讲起因的作为咱起码咱免伫遮来回应上帝的话求主来帮助咱会通明白咱的信心是。咱的信仰毋是凭咱的目睭所看，是用单纯的信心。咱若要透过圣礼典伫遮来想讲，咱的生命当咱得救也是今仔日咱洗礼了头一遍，咱中间嘛有邀请咱厝的人虽然还未信主，但是我相信透过这圣礼典，
虽然也袂通接受，但是互咱看讲耶稣的疼有遐尔大悬深阔，互咱知影透过即个圣餐，即个饼代表耶稣为着咱定十字架，即个葡萄汁代表耶稣的宝血为着咱流付出代价，很像上帝的羔羊，代罪羔羊，替赎咱的罪羊羔，互咱会通即到伫上帝恩典内底。求主来帮助咱，会通伫遮来明白上帝的教示。愿主来说咱，互咱透过咱所听的、所看的，会通知影讲耶稣咧教导遮的门徒讲，恁着爱提防遮法利赛人因的教导走蛇去啊！今仔日即个世代嘛有真侪遮宗教哦。爱注意哦，就是伊嘛有讲，我嘛有耶稣啊，但是耶稣都毋是唯一救主啊。无说每一遍一再伫提醒咱，无论是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啊，真侪遮东方的闪电、东方闪电、全能神等等遮吼，拢化妆伫遮已经拢伫台湾啊吼，特别是东方闪电吼。所以咱爱真知影真理，你愈认捌真理，你才会通知影啥物是假，啥物是真钞甲伪钞，你安怎分辨？真诶钱你若用久，你就一摸，你就知影讲啥物是假，甲毋是嘛？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通伫阮诶人生诶道路顶面。知影安怎行伫主上帝的真理，也伫真理的顶面，互阮会通真正清楚明白，也通得到自由。愿主赏赐阮伫你的真理内底，会通明白你所要互阮的福气，也伫主你的真理内底，互阮无受到遮日月星辰人所定的日子时辰伫遮来束缚。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要来吟圣诗354首，第1节到第2节的时阵，请要成人洗礼这8位来到伫头前哦。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上帝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疼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反悔话，伊对世人中讲话了后，也袂像天的大仙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若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的人，就是记若咱的主、咱的上帝所要呼召的人。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
但我也要安尼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要表明恁是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耶稣基督。答恁8位李少民、杨刘淑清、王朝贤、许慧文、陈怡红、吴秀秀、黄玄宇、卢美桂。恁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所以请恁注意来听，大声来应答有还是无吼。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真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真信道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来，请朝鲜从这边跪在顶子。王兆贤，我用水甲你行洗，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遥主圣神的同在，互你一人得救，你的全家拢要得到福气，互你的爸母有机会来认捌真理，当得福音的好处，靠耶稣的名，阿门。黄玄宇、黄玄武，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看见你要成做伊祝福的管道，互你所做行通顺利，也成做人得救的管道，靠耶稣的名，阿门。李少民，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圣神要坚固你的信心，也互你全家会通得救，也互你会通祝福搁较侪人，靠耶稣的名，阿门。陈怡红，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圣神要开你的心窍，互你搁较有智慧，你会通透过你所指接的人，互因会通领受上帝永远救恩，靠耶稣的名，阿门。卢美桂，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上帝要使用你，成做伊的大使，来祝福你所接触，无论国内外的人，你的亲戚朋友，靠耶稣的名，阿门。
吴秀秀，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要赏赐你做这智慧，无论你到啥物所在去，上帝要使用你，成做基督的精兵，祝福更较侪人来归向伊，靠耶稣的名。阿门。是慧文，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圣神要开你的心窍，你伫新的学期的生活，你会通接触更较侪人，会通因为你，互人同伫福音的好处，靠耶稣的名。阿门。杨柳淑清，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圣神要坚固你的信心，也要透过你，互你的全家拢要得到救，互你所接触的人客拢要因为你来得到救恩，靠耶稣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加胜。搁愿恁的神魂甲恁的身躯，伫主耶稣基督搁再来时阵，拢得到保全无通险。恁已经告别恁的神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嘉南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同心祈祷，全能慈悲疼痛阮的上帝，你的恩典真正大，互阮用信心来领受，用嘴承认耶稣基督做救主。阮就诚做天父上帝宝贝囝、宝贝查某囝。你也用圣神伫遮来感动阮、引带阮、督责阮，无偏离伫你恩典的道路。愿主你来赐福坚固这8位兄弟姊妹因的信心，伫因初信的信心，因的信心的基础要栽伫，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诚做有福气，也诚做你祝福的管道。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向后转。咱请小会员伫遮来接纳。恭喜。恭喜。咱欢迎因成做嘉南这大家庭的一份子吼，成为嘉南的家人吼。咱嘛有安排这个属灵的谈判，要帮助因，互因伫信仰搁较会通明白会通长进。咱来
肃清者吼，咱请张娟老师吼，你可以继续。来，你们咱给他向后退一点吗？向后退一点。你们向后退一点，若迄个叫着你就徛来中安尼，好无？有读松大啦这嘛是松年大学结的果子咱。咱的社区嘛有，说读松大有向你好处，50岁以上的有闲的拢会通来读啊。等一下。咱会后其实会后会有时间互恁翕来，许慧文的小玲担伴是义如陈义如。苏清姐个苏清姐无转去来，未介绍的未介绍，花拿着来吴秀秀吴秀秀也代表是处于长老处于长老印传卢美贵卢美贵也是我们请美英姐妹参加小组有那么多好处我们15、16小组来陈怡红陈怡红哇。少民，咱请永康执事请永康执事，那属灵伙伴来看前面。来黄玄宇文贵朝鲜那子瑜子瑜带领伊今年刚生日了我来介绍李少民咱是伊的亲会的后生啦妈妈阿嬷伊太太银珍毛来个小朋友嘉伟请起来连伊的细囝嘉伟嘛要生日好请坐。咱杨柳淑亲姊妹伊查某囝甲孙好，请站起来，来欢迎跟上帝赐福，来朝鲜就是咱子瑜杨子瑜来引带伊咱甲伊欢迎来慧文的这众亲友咱的苏晨
伫后壁吼，因夫妇孙个恁亲情50吼，朋友80拢徛起来，拢徛起来吼，鼓掌啦，阿姑啦吼，忠义长老吼，这鼓掌哦，好，请坐，请坐，咱先介绍了你们再喊口号啦吼，陈怡红的查某囝就是洪佳慧吼，佳慧，伫后壁遐吼，好，佳慧先来信主吼，因传妈妈来信主吼，来秀秀的先生跟儿子吼，就是哇，感谢主吼，上帝祝恁全家请坐黄玄宇弟兄，这是美珍姐、美英姐的小弟啦吼，来这亲友拢徛起来，哇，全家为他欢喜请坐哦。卢美贵是查某囝女儿咱给欢迎。好，咱个再 special 来你那边控制啊，来16小组，嘛做用心哦，这小组还有口号呢哈。好，请坐，请坐哈。这是他们小组16小组用心的无啊嘛无礼物啊可以好，耶稣是你们最大的礼物耶稣是恁上好的礼物。咱要请3位信仰个别的兄弟来到头前咱来吟圣诗。圣诗354首30到第4节，请3位来到头前。刘桂梅、杨淑娟、简英慧，那个。来靠。阮得到帮赞，是我靠主上帝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恁遮个徛伫咱的面前，已经伫他教派有受洗礼，要加入这个迦南的大家庭，所以伫遮来举行信仰个别恁的信仰，同成做迦南教会一份子。主所听的刘桂梅、杨淑娟、简英慧，恁已经伫他教派结连伫耶稣基督来做会友，属伫伊上帝恩典已经互恁更较明白清楚。当恁也要伫上帝甲正人面头前来承认，搁一遍来立约，信仰个别来归属伫迦南教会。献身互主上帝，重新来誓约来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既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我天父的爸面前要认伊。所以我劝勉恁着信仰个别，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头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请恁注意来听，大声来应答。
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恁已经受洗，这是恁家己来告白恁的信仰。我倚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的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分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有共一个信，共一个主，共一个洗，所以阮会通做伙伫耶稣基督内底，成做一家人。愿主你赐福，互因三位委身伫嘉南教会，也会通成做即个教会一个祝福社区、慕道或者亲人朋友的管道，坚固因的信，也互因能搁较倚靠主所加添，互因快乐的因凡事行通，拢会通经历上帝你丰富的恩典。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我们来向后转哈，啊，然后退后一点，请咱小会员伫遮来接纳。欢迎，欢迎，欢迎。后来，咱有到准备花吼，伫遮来赠送互因，来先来赠送互桂梅。我毋知影你装遐紧。后来还有读松大是无吼？好，来，咱的淑娟吼，哎，这大官吼，大官做，淑娟是孙正长老的大新妇啦吼，大媳妇啊，呀，来，我们简英会吼，这个读会，啊，毋是贵哦，读会吼。这我有读松大是无？感谢主啊！来介绍一下，然后介绍一下咱简英会的姐妹的有家人来无？无，我们有我们有，你要说有哈，一家人。这就是你的家人哦，来，淑娟哦，新人在哪边？后面哦，个来，这个亲人吼，拢起来，好，那桂梅有家人来吗？
啊，小组的，他们小组的站起来，来，这就是你的家人哦，而且他的女儿已经受洗了哈，哦，感谢主，带他来信主了哈。好，咱个人拍手感祝福。好，请回座。咱要来吟圣诗352首，圣诗352首第1节、第5节，请咱来带细囝来到头前吼。请到前面哈。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要互伊摸，学生责备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的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凡若承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个事，要求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恩典的约的护士。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内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当恁的细囝要受洗礼，恁就伫上帝甲正的面头前。来做信仰的告别，请恁注意来听，大声来应答。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就用祈祷甲好行为来培养因，互因所行下伫上帝教的法度。恁有要安尼行无？愿上帝来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来守这个约。干牧师，李家伟，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有上帝聪明智慧，互你一生行伫主上帝恩典的道路，长大成人，持守这个信仰，靠耶稣的名，阿免，阿免。麦时安，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上帝恩典一世人甲你三角同在，互你对前甲大汉拢有恩典满满，靠耶稣的名，阿免。林佑恩。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